7蚊3個流沙包，8蚊一隻珍珠雞，仲有9蚊嘅原隻鮑魚燒賣。有冇聽錯啊？10蚊都唔使就食到一籠點心？你冇聽錯，呢度啲點心真係7蚊、8蚊、9蚊咋，而且唔係得1、2款，足足有15款啊！唔止點心抵，夜晚仲有唔使400蚊就食到嘅澳洲龍蝦鮑魚餐。咁啊由朝到晚都食到鮑魚？如果你都想收到最快同最新嘅飲食優惠同情報，就快啲喺睇片之前撳個鐘仔訂閱我哋先啦！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喺2014年，茶樓點心製作技藝正式收錄成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之一。估唔到由細食到大嘅1盅2件點心，原來都可以好講究，由搓皮、包餡、接形到精製，食嘅原來唔止係師傅嘅功力，仲係一件件經過千錘百煉而成嘅藝術品。唔好以為尖沙咀作為亞太區最昂貴嘅零售地段，再加上喺度食點心就一定貴啊！偏偏呢度就有一間平到你唔信嘅酒樓啦。主要即係我哋經常嚟食就係覺得佢性價比高啦，即係好多優惠啦，價錢平，但係另外一個最重要就係個味道係 OK 咯，係啊，好味咯。出邊個 view 啊，各方面啦好靚。我外國啲朋友翻嚟咧，我通常都係會帶佢哋上嚟呢度，咁佢哋會開心啲咯，會見到中環呢個金融景啊嘛，係咪？呢度唔止美食，仲有美景。一邊嘆茶，一邊望住維港嘅景色。室內有經典嘅龍鳳擺設、鳥籠同紅燈籠，仲有古色古香嘅長方形台同圓形飯台，而且仲有依家酒樓越嚟越少嘅海鮮魚缸，啱晒大人細路唔同嘅視覺享受。想知點樣嚟？好簡單啫，喺尖沙咀地鐵站 L5 出口，直行左手邊上2條電梯去到地面，轉右直行去到北京道1號，搭電梯去到升降機大堂，撳一撳8字樓就可以嚟到依間咁靚嘅酒樓啦。計一計，地鐵站過嚟都唔使5分鐘，真係超方便啊！係咪有好多款唔同嘅700多蚊點心？都有，都係成大概10種到啦。我今日食咗好多樣嘢，15樣嘢我食咗。講咗咁耐，係時候到最震撼我嘅點心環節啦！呢度平日竟然有15款7蚊、8蚊同9蚊點心，等我數下係咪真係有15款先。XO 醬蒸鳳爪、香煎三色糕、鮮蝦蒸韭菜餃、潮州蒸粉果，仲有椰蓉鹹蛋黃流沙包，通通都係7蚊咋。8蚊點心就有香芋黑椒金錢肚、懷舊麻蓉包、翡翠小糖菜餃、手工荷香珍珠雞同天鵝榴蓮酥。最後鮮鮑魚燒賣、貓砂王榴蓮冰皮、大良炸脆鮮奶卷、芝士牛乳焗饅頭、白灼生菜素牛柏葉，呢啲全部都係9蚊添咋。好開心嘅，見到隻鮑魚，因為隻鮑魚真係好大嘅，咁咧就食落去咧，咁啲人個個都係多數都會 encore 嘅。原隻鮑魚嘅，連埋個殼啊咁樣。講到必食，一定唔少得原隻上嘅鮮鮑魚燒賣啦。師傅將新鮮嘅鮑魚跟住自家製嘅燒賣肉餡，再放上鮑魚殼上面一齊蒸，絕對冇浪費每一滴嘅鮮味同精華㗎。鮑魚嘅鮮味喺蒸嘅同時融入晒燒賣入面，一啖擺入口，鮑魚嘅爽口加埋燒賣嘅彈牙，鮮味加埋肉香，唔止口感完美配合，連味道都超級豐富，勁滿足啊！仲有呢款天鵝榴蓮酥，小朋友玩得開心，大朋友食得過癮。酥脆嘅得意天鵝造型，外皮包住滿滿嘅榴蓮餡，一咬開，成口都係濃郁嘅榴蓮香味，將酥皮嘅油膩感減到最低，絕對係與別不同嘅榴蓮體驗。中意食榴蓮嘅朋友一定唔可以錯過啦！三色糕嗰啲卡樓都幾靚，好香啊，煎出嚟。食完潮流點心，又點可以唔食埋經典嘅三色糕呢？先食一嚿煎到香噴噴金黃色嘅蘿蔔糕，再食一嚿味道更加濃郁嘅芋頭糕，最後再食一嚿清香嘅馬蹄糕，將口入面嘅油膩感慢慢中和。平時都要叫齊3碟先可以享受嘅感覺，依家1碟就足夠滿足晒你3個願望啦！唔知當鹹蛋黃流沙包遇上椰蓉又會係咩感覺呢？椰香遇上蛋香，絕對係相得益彰，香上加香，仲係流心㗎！哇，滿滿嘅流心餡啊，勁正啊！
而家 promote 嘅就呢個咯，生菜牛柏葉，清清地幾好。如果想食清啲，仲有呢款素牛柏葉，連素食嘅朋友都照顧埋。素牛柏葉比平時食開嘅牛柏葉更加爽口，而且更健康。食完香口嘅點心之後，食翻個菜，再飲啖茶，一個字 fresh。咁如果都係驚唔夠飽，咁就一定要食埋呢個手工荷香珍珠雞啦。我覺得嗰個糯米雞好好食，糯米雞嗰個飯嘅香味好好。荷葉嘅香味加埋香濃嘅飯香，作為主食一流。最緊要係都係8蚊咋，如果都係唔夠飽，食多幾隻都唔怕啦。如果你都想用同樣價錢，又唔使任何額外條件都可以食到以上嘅點心嘅話，就要留意以下嘅優惠時段啦，快啲抄低佢啦。最後溫馨提示，因為呢度嘅點心款式都會不定期轉款，所以想食嘅朋友就真係要快啲嚟啦，錯過咗就要再等下次噶啦。維港個夜景係好靚，所以喺度食晚飯就值得嚟一試。不過美食又點止咁少啊？呢度唔止點心有特色，連晚飯都好出色㗎。既然酒樓有新鮮魚缸，又點可以唔試埋佢哋嘅海鮮呢？酒樓晚市最近仲推出咗呢個澳洲龍蝦鮑魚一人餐，咁啊由朝到晚都可以食到鮑魚。等我睇下有咩食先。成個餐有齊頭盤、主菜、湯、點心，仲有甜品。哇！唔使400蚊就可以食晒咁多道餸。不過叫得澳洲龍蝦鮑魚餐，重頭戲梗係龍蝦同鮑魚啦。呢度嘅龍蝦師傅特登選用咗比波士頓龍蝦更彈牙、更甜、更高級嘅新鮮澳洲龍蝦。師傅揀咗靚龍蝦之後，就會先斬件拉油，將龍蝦嘅鮮味鎖住，再落上湯炆到更入味，最後再落芝士焗5到10分鐘。講求將最新鮮嘅感覺帶到俾客人，即使濃厚嘅芝士味都唔會掩蓋到龍蝦本身嘅鮮味。焗到金黃色嘅表面，散發住濃郁嘅牛油同芝士嘅香味，配合彈牙爽口嘅龍蝦肉，越食越開胃。就連龍蝦殼都吸收晒芝士嘅味道，啜埋每一滴汁，先可以話係一滴不漏最高享受啊！師傅就揀咗南非嘅2頭鮑魚，夠晒大隻飽滿。除咗選料講究，煮法都好講究。師傅會先將鮑魚蒸6個鐘，將鮮味同營養保持，之後再加入秘製鮑汁去煮，令鮮味再提鮮。因為碌過嘅鮑魚肉質會更緊實之餘，仲會保持到鮑魚嘅原汁原味，味道清爽，一啲腥味都冇。而且2頭大鮑魚嘅厚度可以帶嚟非常有嚼頭嘅口感，每一啖都可以慢慢享受鮑汁嘅精華。再加上生菜膽呢位靈魂配角，爽脆清甜，帶出鮑魚嘅清新感，唔怪得知成日都有人話視覺會影響味覺。望住維港食海鮮，海鮮都會新鮮啲。我今日終於體驗到啦！如果之後你哋仲想知道有咩好嘢食，就快啲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like、share 話埋俾你哋嘅朋友知，同 comment 話俾我哋聽咩嘢食最吸引啦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！